今次我哋乘坐 CX588前往福岡，完成入境手續出到嚟就會見到呢個巴士售票機，呢度可以購買前往博多赤嘅車飛，可以選擇單程或者來回飛。而我哋今次淨係買咗單程飛，買好飛就可以去6至7號閘口等車。每個門口上面都有部電視顯示幾點有車。由於佢冇得劃位，所以座位都係先到先得。上到巴士基本上都係佈滿晒行李。呢架巴士係不設中途站，直接由福岡機場去到博多赤。今次我哋 book 咗嘅酒店係博多車站天座飯店，由巴士落車嘅位置去到酒店只需要步行3分鐘。一入到房間都覺得陽光幾光猛，感覺唔錯。右邊會見到洗手間，沖涼位置係浴缸，所有沖涼用品都非常齊全，唯獨牙膏同牙刷要喺大堂度拎定。房間嘅大細喺日本酒店嚟講都算大。喺床頭位置都會見到所有燈掣、USB 插頭同埋兩腳插。床上面都擺咗2件浴袍同埋1張卡，話俾你聽幾時會執房。房間嘅景色係望住對面酒店同埋商場。房裏邊都有1張凳同埋1張圓台仔，可以俾你坐下食下嘢。同一般嘅日本酒店一樣，有一個好迷你嘅雪櫃仔。基本嘅茶包、茶杯同埋熱水煲都有。台上面有一個啡色嘅袋仔，俾你擺用過嘅毛巾。只要早上10點前掛喺門口，就會有職員幫你更換。安置好行李之後，我哋就去咗對面商場食嘢。今次會食燒肉之牛太本陣，呢一間係專食任食燒肉，分別有3個套餐，我哋就揀咗中間嗰個啦。套餐係包埋雪糕任食，啲肉望落去都幾新鮮，食落去都唔錯。今次我哋租車都係揀咗 Nissan Rent-A-Car， 個人認為 Nissan Rent-A-Car 比較有保證。鄰近博多赤嘅鋪頭一共有3間，比較近嘅都俾人租晒，我哋唯有租遠啲嗰間。由酒店行過嚟需要14分鐘。今次我哋就係揸呢一架車啦。行きますよ。去覓島嘅途中風景都超級靚。我哋將架車泊咗喺夫妻岩對面嘅一個停車場，頭10分鐘都唔需要俾錢，之後會60分鐘就要俾300日圓。目測車位都有20幾個，過咗對面馬路就會見到白色嘅鳥居同埋夫妻岩。呢一對日本情侶影緊相嘅位置，原來係最好㗎。之後我哋仲去咗好多人講嘅哆啦 A 夢隨意門，見到呢個畫面就即係代表我唔記得咗打橫影添。之後我哋就揸車去北九州最大嘅購物天堂 The Outlet， 呢度係2022年4月底先開幕，都好新淨。一共有168間鋪頭同埋4500個免費車位，基本上講得出嘅鋪頭都有。之後我哋去咗隔離嘅 AEON Mall， 裏邊除咗AEON超市，仲有 Daiso、Three Coins 同埋無印添。由於堅苦麵屋爆晒棚，我哋就食咗其他拉麵店，估唔到都幾好食喎。
終於嚟到福岡我最想去嘅地方，就係同炭治郎同姓嘅灶門神社啦。裏邊嘅御守都係以格仔紋為主，顏色都好似鬼滅之刃嘅角色，啲繪馬都佈滿晒鬼滅之刃嘅題材。博多赤真係一個好好嘅地方，可以買晒所有手信。由於呢條街係禁止攝影，所以我都俾張地圖大家睇下啦。呢度有超過40間手信鋪，基本上你要嘅福岡名物呢度都一定有，例如露露雞、明太子蝦餅或者明太子薯片。嚟到福岡嘅最後一日，就帶大家去一個隱世嘅百貨公司啦。百貨公司係位於 Hakata Bus Terminal 嘅4樓，只要喺 Amuse Plaza 經過行人天橋就會行到噶啦。面向麥當勞轉右就會見到有電梯上去。呢度有2間鋪頭，所以去返相應嘅收銀處俾錢。呢一間百貨公司好多牌子都有，價錢都唔貴添。兩邊都要買滿5500 yen 先可以退稅。大家又估下呢度每一件嘢幾多錢？一件 MLB 嘅長袖衫竟然95蚊就買到，係咪好平呢？食完呢個吉列豬扒就要走啦。鍾意呢條片嘅話，就記得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 subscribe 我哋 YouTube channel，記得撳埋個啷啷，出新片嘅時候就會即刻通知你。